新鸿基地產旗下西九龍旗艦商場正式命名 Stage IGC， 以 Step into the New Age 為願景，憑借高鐵及機場快線雙樞紐優勢，打造融合生活、零售與文化的全新城市舞台。項目合共約提供240間店鋪，首階段今年第4季率先試業，其餘樓層則會在明年第3季正式營運。好高興為大家正式介紹我哋喺西九龍精心策劃嘅全新地標式商場 Stage IGC。呢個名本身已經承載住我哋對呢一個項目嘅定位同埋發展嘅願景。Stage 代表舞台，我哋希望呢一個項目唔單止係一個商場，而係一個屬於城市、屬於每一位顧客嘅舞台。一方面呢個名呼應住西九文化區嘅藝術氣息，另一方面亦都代表住我哋作為零售平台嘅角色。配合品牌願景 Step into the New Age， 我哋希望透過創新嘅設計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理念，打造成為一個帶動城市向前嘅全新空間。關於 Stage IGC 呢個商場樓高5層，總樓面面積超過60萬平方尺，提供大概240間商鋪，鋪面嘅面積由數百尺去到1萬尺不等，可以照顧到唔同品牌嘅需要。Stage IGC 主要嘅商場客群會包括區裏面嘅上班族、年輕嘅家庭、高鐵嘅旅客同埋機鐵嘅旅客，以及係藝術文化嘅愛好者。嚟緊 Stage IGC 咧，因為我哋會預期有好多高鐵站同埋機鐵站嘅旅客帶嚟龐大而且多元嘅客流，所以我哋喺租戶商用方面咧，會特別花心思去規劃嘅。首先，連接高鐵站地下嘅樓層，我哋會以香港特色美食作為主軸嘅專區 Flavor on Stage， 特登引入咗唔少本地嘅餐飲品牌。我哋希望可以提供方便快捷嘅 Grab and Go 商鋪，同埋一啲手信藥妝嘅選擇，可以令我哋嘅客人咧佢有更多嘅選擇同埋方便嘅。首先，我哋咧喺頭先提及過嘅地下嘅樓層啦，我哋希望咧旅客嚟到香港，唔單止係感受到城市嘅活力啦，其實都好想帶走一份屬於香港嘅回憶。所以喺品牌組合上，我哋唔係淨係諗賣啲乜嘢，而係着重旅客佢哋真正需要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希望佢哋喺離開香港之前，可以輕輕鬆鬆就食到地道嘅美食，買到心水嘅手信，為成個旅程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同時呢一個策略咧，亦都可以提升旅客喺商場嘅停留時間同埋消費意欲，進一步加強商場作為區域性消費嘅目的地嘅一個吸引力。我哋喺招租嘅策略上會緊貼市場嘅趨勢同埋旅客嘅愛好，持續咁引入一啲有特色、受年輕人歡迎、有話題性嘅品牌，令商場咧可以保持新鮮感嘅。Stage IGC 以 Step into the New Age 為品牌願景，致力為區內專業人士、居民及跨境旅客帶來嶄新的一站式消閒體驗，打造融合生活、零售與文化的全新城市舞台。項目坐落於全港唯一的高鐵西九龍站上蓋，直達內地多個主要城市，佔據跨境人流的第一落腳點，同時坐擁空鐵連城優勢，匯聚機場快線、東涌線及屯馬線3線交匯。尺租意向咧，我哋都會參考翻同區嘅商場啦，包括咗就係西九龍同埋尖沙咀嘅尺租嘅。咁因為而家都係首階段招租嘅狀態啦，咁其實我哋都係會陸續咧去不斷咁樣去 review 翻嗰個嘅尺租嘅範圍嘅。我哋商場嘅餐飲嘅比例咧，大概係30%左右嘅。咁我哋咧都希望咧係令到同區咧係有個分別啦。咁所以咧，我哋喺餐飲嘅選擇咧會比較多元化一啲。咁我哋咧就會係有比較貼地親民一啲嘅餐飲選擇都會有啦。咁亦都因為上面咧有甲級寫字樓，我哋都會俾翻一啲唔係 fine dining 啊，或者一啲行政午餐嘅選擇我哋嘅租戶嘅。關於租戶方面咧，咁因為我哋而家仲係招租嘅狀態啦，咁所以咧我哋會稍後先公佈翻我哋已經係確認咗嘅租戶名單嘅。咁但係我哋都會希望喺品牌方面啦，咁都會係即係同佢哋有一啲多啲嘅交流，令到佢哋嘅 offering 啦係可以有多啲嘅顧客體驗嘅。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商場咧，其實唔單止係賣嘢啦，佢哋都會有好多唔同 workshop 啊，有好多同客戶佢哋嘅唔同活動啊，去令到成個體驗係更加深化嘅。本地嘅品牌為主嘅，咁但係就唔一定係話賣香港嘅餐飲咁樣嘅，咁都係有香港嘅品牌，但係賣唔同特色嘅餐飲嘅。
關於喺商鋪嘅面積方面咧，我哋由幾百尺去到1萬尺都有嘅。咁因為我哋真係想照顧唔同品牌嘅需要啦。咁另外一啲可能體驗式嘅鋪頭，佢哋需要嘅面積都會大啲嘅。咁另外咧，我哋雖然同廣東道係都幾接近啦，咁但係咧我哋嘅區裏邊，因為我哋係喺正個西九龍站上蓋，咁所以咧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定位嘅。咁另外奢侈品方面，其實我哋旁邊嘅商場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啦。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個租務方向咧，可能同佢哋咧都會係互補嘅角色比較多啲嘅。喺數據方面咧，喺26年上半年咧嗰個嘅零售銷貨總值咧，已經係按年升咗11% 左右㗎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係有回暖嘅趨勢嘅。咁另外就係我哋喺招租過去呢5個月左右啦，其實嗰個租客佢哋嗰個反應都相當之熱烈，咁都係喺我哋預期之中嘅。雖然係個市道麻麻地，咁但係我哋都覺得係即係一個向好嘅狀態啦。咁因此咧，我哋成個 IGC 招租咧，我相信我哋集團咧都相當之有信心嘅。最後，項目預計於今年底展開首階段試業，並於明年第3季全面開幕。